宗徒大事錄18章12至17節，受人誣陷。當加里雍作亞哈雅總督時，猶太人同心合意地起來攻擊保祿，把他帶到法庭說：這個人勸人違法敬拜天主。保祿剛要開口，加里雍就向猶太人說：猶太人啊，如果有什麼犯法或邪惡的罪行，我自當容忍你們。但問題既是關於道理、名目和你們自己的法律的事，你們自己管吧，我不願作這些事的判官。就把他們逐出了法庭。於是眾希臘人拉住會堂長索斯特乃，在法庭前打了他，而加里雍全不理睬這事。